香港茶記速度世一。多奶茶。UO 效率同樣世一。香港人勤力世一。UO 班次頻密，勤力同樣世一。香港人對細節嘅執着世一。UO 安全標準一樣世一。呢份香港精神就係香港快運，以世界級水準成就香港世一。2026年全球最佳及最安全低成本航空公司。